冇想到为了俺当年来参加运动会的法通，哎呦亲哦，哎呦亲哦啊！阿爸啊！全家人推广到爱事体，老老实实做生理，评判全民运动会，人人皆生活友谊，高山坡独山父亲有情义呀的哟。哇塞呀！原來係廣東來嘅姑娘，我係林太牛，老愛交嘅朋友吧。兩位識下我啊？羅後姑散開掉誒。在下係廣東會國嘅觀眾陳耀樹，今晡日第二辦運動會嘅法通。你哋係愛來參加運動比賽嘅嘛？運動會比賽，唔知啊，佢用廿5嘅擂台招錢比賽呀？我呀，可想去參加啊！你跳舞你嘛？不打不起，不打不起。我本地人個心本來就較開放。來，小姑娘，陪我落去沙料市場。唔好欺負我老妹！標數！你，愛是你就會放生喲，就會愛。愛咩是你啊？你就係戲班重太戲嘅咩？乜嘅重太戲啊？本太陽你都唔是愛啊！我就係雷洛夫門下嘅梯子，林太牛啊！太牛！我冇咁錯啊！我一見你就討厭，再見你更傷心。你要帶他走，我就跟你把命拼。別以為美容真上好欺人，大牛不得無禮。你都敢收放啊呀！不明強修理。你啊，想我老奶太高大，老祖幫沒有公司，真是黑毛啊！老個打！誰有啊？叔父。哎呀，根本你看我面子上，唔好也是生非，你那係定愛了，老人兄弟，我兩萬老年的父親做高太呀！三個，我唐定啊，陳叔父，老阿爸乃是世狗，家妹就係我老妹，你哋要咁爛散咯，我就打到半夜吧，認唔出你，有彈到冇？蛤蟆霸在，好大嘅口氣啊！老個打！冇打，哎呀冇打啦！係咪可以咁講？係咪一啲停不放啊？好，不然就來參加了運動比賽，高粱啊你！哎用就錯嘅啦，後生人啊唔好想打，運動真係健康嘅啊！用棒嘅比賽。這係我 TPA 對外國引進嘅比賽，你哋要躺定啊！
一定是高高，奈何？哎，双人跳远，3人接力跑步比赛，简单呐。三姐，你敢不敢比啊？爱比就来比。好，比赛准备开始。跳远比赛，第一回合，跳一个，跳起！哎呀，一冲板啊！来，听你个孟小晴。啊？嘿，两杀平数了，也是一冲板。来，听你回合，跳一个领拍牛。哎呀！哇塞，好强你的脚力啊，两冲你啊！来，听你讲，放射哟！娘哎，叫人啊！我讲啊，你喊俺们哪种市长行得到啊？我送你一上吧。哇塞，不是看了，两项比赛的提名是放射哟哦！我讲顺行哦。你莫听出屁啊！3人接力跑步比赛，让我大点姿势。哼！3人接力跑步，就连3杀吧。哎呀，四幺哥，俺唔好啦，我是什么的呢？我行跳班的啦。哎，你我行的比个我讲行他慢些，差唔多。这就冇问题哦。哎呀，接下来3人接力跑步比赛，比赛准备，开始！哎呀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
你俩个狗毛头啊！敢帮俺使面子，就是唔帮俺师傅累老夫面子啊！俺根本你会打你不够。哟，熊大，咱嘅爱最好嘅运通，来呀！呀！不打不打，哎呀，不打啊！哎呀，冇打冇打啊！我问救命，同情走起来！跳绳开电，好好唱模范盛饭，太公主。一打一走好条路，红烛太阳英雄创意好素材，会是好汉做唔来，一身光大不偏私。祖母救苦爱追爱，狂爱开店神速。来哟，卖布哦，叫来卖布哦。来哟，卖布哦。跳假跳，你千名嘅啦！跳假跳，我會買個乜布嘅布啦！你好，你愛買布嘿？走啊！老闆嘅布較便宜啦。你是愛買哪對啊？我愛買兩對啦。兩對嘿？走。做三號。就要買9場，周夫吼就要買6場。你說買幾多啊？我唔是按多。哦，唔是按多，給3場係咪？那聽到咧2場，唔是1場。就多好啦，幾多錢啊？1場5仙錢呐，我切不易。買按小車走嘛呢？包水餃嘿，那個包嘢的。唔是我切卡來，我切不易。切卡包，我切卡包。
本人偏偏都唔知啊！哎呦，娘妹又唔系抢命，我本人偏嘿。啊，你唔系抢命？哎，那系抢命，我打你，打得暗住！哎呦，你打我，别扑吼，送给背送啊，这个。想爱走啊！阿妹啊，打得好！哎呦，生肉，东西天数叔叔的，今日爱你较早地位关店门。为嘛该啊？你报太平嘿？二张不太平，无天无地。那么按做关门做嘛该啊？喊嘿，你会同 K 狗？哎呦，高帽子啊，嘿呀把早生你转来咧。死无命了！哎呀，我更加做饭，老娘把接风接风。阿妹，好，看伢表情，我就知哦，我想出太庙，你用慢讲啊！出太师嘞，聪明。结讲。多家拜替推奴子在地府太人面前说起，那么事情恐将不堪设想。哎呀，小可事情，这家人嘛，不是按下去啦。想来凤帝一生经过风风雨雨，行过多少功夫样路，自强同藐视为强，张决心带子离开广东是非之地。南黑拜地属流，哪有给你红颜之才？无论两般，你我来本来抢。哦，今日就唔下去啦。提来来，来。拢来开灯。娘爸，另外一杯做生意，阿妹爱和我无限不点解事情。你闺女就得娘死成灰，恐俺要办高轩你也不好子。给我。哎呦，很痛哦！哎呦，啊，好痛哦！阿爸妹，我大声要讲啦。哈，老爷，你多做来的是咩？你也已经听到消息了哦，生肉记。哼！哎呦，实在是唔像话啦！闺女这地又又呀呀，娘死成灰，那一下就好给上用稿子，高兴不你看啊！阿爸，这是阿爸妹唔好大声要讲的啦。放心，记得都给做戏，本来看的是。呸！阿妹啊，莫打嘞！你在打我死了！好嘞，唔是假的。好，啥句嘞？来耶，过来开灯啊！老爷，天机之意，犀牛个性如虎，烈风祖上乃是花花世界，乃两般搞大你，不可老乃娘死成灰。今日的太妃之上，老年都给强大，闹到地府太人给意，你分明去爱欠死乃。哎呦，是牛吼，从细就好大不
从前都是提防恶霸，官府贪官。哎呦，我当上买在严家来学我记啊！哎呀，阿嫂啊，你功夫如何？佢嘅年紀很細啊，掉埋佢大家係提防新來嘅惡霸，雷鋒雷老虎嘅梯子啊！南興啊，老地府太人有交情，那麼唔啲事情會變做用版型哦。雷老虎，我講佢係咩為行欺負？我翠花從事做功夫，你來我往處處向。最迷變嘅還係真功夫哇！